想象一下，你跟你的族人们刚与其他部落结束厮杀，这时突然听到一阵阵笛声，这是泰鲁格族的猎手笛。那悠扬的笛声穿越山林，仿佛在呼唤、安抚一切。这可不仅仅是音乐，它是猎手仪式中的神圣音符，带着灵魂的力量。族人相信，头颅是灵魂之所在。当他们猎取敌人的首级，不仅是为了战胜对手，更是为了获得对方的生命能量。这股能量不仅能消除不干净的咒诅，更能为家族带来祝福与兴盛。当勇士猎手成功后，他会小心翼翼地将手炉带回部落，再回到部落后，会将首级放置在户外架上，慎重地喂食酒水和饭食。随后，族人再次吹奏猎手笛，安抚被猎者的灵魂。这不仅是仪式的一部分，更是与祖灵的沟通，祈求祖灵的庇佑。这个过程象征着和解，从此成为一家人，彼此之间没有仇恨，只有共同守护部落的责任。但这支笛子并非每个人都能吹奏，只有那些成功猎手的男子或猎团才能拥有这项神圣的资格。妇女、儿童以及部落里的其他人都无法随意触碰猎手笛。这不仅是传统规范，更是对仪式神圣性的尊重。每一次的吹奏都是对生命的尊敬，是一种传承，承载着部落的智慧与信仰，延续着泰鲁格族的文化与传统。